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8月11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89篇第1節到18節，歷代志下卷33章第1節到17節，以弗所書11章第1節到第7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回轉的神。基督徒攏知影上帝是慈愛、憐憫、賞賜、赦罪、恩典的上帝。但是呢，要得到上帝赦罪恩典的人，必須愛親像迄個得到永生的救恩人共款，那是有條件的啦吼。迄個條件就是得愛接受，得愛回轉來上帝。無願意回轉的人，就是繼續離開上帝的道路。安尼人當然得袂到上帝赦罪的恩典啦吼。歷代志下卷33章第1節到第17節，講到原本敬拜偶像的瑪拿西王，自從伊登基做王了後，就學習進前以色列王同款敬拜偶像，所以伊就去互上帝來甲伊處罰。聖經安尼記載，瑪拿西王繼位的時陣12歲，佇耶路撒冷做王55冬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而遐互上主伫以色列面前趕出列國所做可惡代志。伊重建伊的老爸希西家所毀壞的山頭壇，為巴力去祭壇，做亞舍拉的柱像，佮敬拜服侍天頂的萬象。伊伫上主的殿內，為着遐個神明起骨仔的壇，上主捌指示這個聖殿講，我的名應該永遠伫耶路撒冷受敬奉。瑪拿西伫上帝的殿兩個亭內底，為着天頂的萬象起祭壇。伊伫這個希倫囝的山谷，燒伊的囝獻做祭，八卦。行法術，佮問看望的，佮當機倒頭，做真濟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激上主的受氣。瑪拿西佮佇上帝的殿內底徛採這個雕刻的偶像，關係這間聖殿，上帝捌對大衛佮伊的囝所羅門講。這間聖殿甲耶路撒冷是我佇以色列支族中間所競選的，我的名佇這永遠受敬奉。以色列人若聽從我所有的命令，就是我通過摩西所傳一切的教示規例以及誡命，我就無閣互因對我所賞賜因列祖的土地受遷徙。毋過瑪拿西帶猶大甲耶路撒冷的子民做歹，比上主佇以色列面前所毀滅的列國更較嚴重。上主警戒瑪拿西甲伊的人民，毋顧因毋聽，所以上主予亞述王的軍長來攻擊因，用鈎仔鈎瑪拿西，用銅鏈來綁伊，甲伊帶去巴比倫。伊佇困苦的時就懇求上主伊的上帝，佮佇伊的列祖的上帝面前非常謙卑。伊求叫上帝，上帝就聽伊的懇求，予伊倒來耶路撒冷，恢復伊的統治。瑪拿西才知上主是上帝。後來，瑪拿西佇大衛城的城外，對基訓泉附近的山谷，北甲伊島甲俄腓力地區起真懸的城牆，佮設立軍長防守猶大遐個堅固的城。伊廢除上主聖殿內底遐個外族的神明甲偶像，拆毀伊佇上主聖殿的山甲耶路撒冷起的壇，將這個攏ฮ็佇城外。伊閣修建上主的祭壇，佇壇頂獻平安祭，
下瘟祭，命令犹太人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因为犹原伫山头段来献祭，毋过只有献互上主因的上帝。要回转向上帝，必须要有信心。相信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，比遐个看会到的偶像搁较有气力。玛拿西就是体会到上帝的全能，就是有信心来回转，祈求上帝的怜悯甲赦罪的恩。希伯来书非常强调这个信心，特别是咱今仔日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1章，会通讲是一个信心的诗篇啦，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第7节所强调的信心，就是对迄个看袂到的事的代志非常的肯定啦，经文来讲，神是对所有五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有肯定。古早人因为这个神得到上帝认定接纳。对神，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，安尼看会到的是比看袂到的来做的。对神阿伯比该恩献更较好的祭物互上帝。对这个神，伊得到上帝认定做义人，接纳伊的祭物。虽然阿伯已经死，通过这个神，伊要得讲话。对神伊若无经验死，受牵线去到一上帝遐，人无搁再看到伊，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。伊若受牵线以前，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，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。因为亲近上帝的人，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，佮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对神对犹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，尊敬畏的心，做一只大船来救伊的全家。对这个神，伊定世间人的罪，佮根据这个神，伊成做义的这个继承人诗篇89篇第1节到18节。我要永远唱歌称赞上主的慈爱，要世世代代宣扬你的信息。我要讲你的慈爱永远建立，你的信息亲像天袂动摇。你有讲我甲我竞选的人立约，对我的仆人大笔宣誓。我要建立你的后代到永远，坚固你的宝座到万代。上主啊，愿天称赞你奇妙的作为，天使伫智慧中间颂赞你的信息，伫空中倒一个会比得上主，正神明倒一个会亲像上主。伊伫天使的议会中有大威严的上帝，比一切伫伊四周围的神明更较通敬畏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！你的大权能倒一个会当甲你比？你伫逐项代志拢显出信息，海水中悬，你甲伊管制，海也涌起来，你互伊平静。你一个手拍碎海怪拉合壁，你用大气力的手拍散对敌，天属你，地嘛你的。世界甲万物拢是你所建立，人甲百你所创造。他白山甲黑文山拢欢喜称赞你的名。你的手骨有宽能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正手举悬悬。公义甲正直是你的宝座的地基，慈爱甲信息行伫你的面前。会晓得你烦恼的人真有福气，上主啊！因要缀你的面发出的光来行，因规日因为你的名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快乐，你是因奇妙的快乐，因为你的恩典，阮会得到胜利。上主是阮的保护者，以色列的神圣的上帝是阮的君王。
恳求上帝主爱的主帮助阮坚定的相信，愿意行毋着路的时阵来回转上帝。也因为阮诚心的悔改真多，会通互阮来领受着赦罪甲永远的活命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